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雄竹。先开始来关心大选才打结束，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暗时随出发去澳洲，要做城市交流的访问。在上会临基进前，又接受媒体访问，伊笑讲国会民进党过半，民众党是无关键少数，无法度影响立法院长的人选。伊嘛访问讲，未来两岸要安怎透开这个结？伊是应讲双方都爱有智慧。这一次选举哦，大家有人在看一下说这个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嘛哈，不过这也是反映台湾民意的态度嘛哈。所以我觉得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了。这个大陆方面常常推出什么惠台措施，结果台湾人越跑越远，那表示说他过去那一种打压政策还是有理的。所以这个西风跟太阳的故事还是要记住的。高本地这是抓包括伊要去捷克、罗塔、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也有芬兰4个国家。第二要学习其他的国家依法的发展，另外嘛要去北欧国家学人的福利制度。另外嘛伫咧基摩亚城市布拉格签署动物园相关的协议，按算这一抓有11天的行程，22会转来台湾。伫机场有真侪民众是专工抓民众党的机仔来送机，嘛有真侪人排队要甲郭文哲翕相，来表示支持。来关心安那总统蔡英文呢？伊昨昏生涯的头一天，伊就开始拼外交。伊昨昏甲美国在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李英杰，也有日本在台湾的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公夫，甲美国、日本驻台为代表见面，算是讲要甲有共同理念的国家继续合作。选后头一天，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接见美国在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公夫，算是甲美国、日本等具有共同价值理念的国家继续合作。台美之间已经从双边的伙伴关系升级为全球合作伙伴。未来我们会在过去3年多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台美在全球议题上面的合作。各国政府官员也拢是发文祝福，英国外交大臣拉布除了表达祝福，也希望海峡两岸重新启动对话，化解歧见，并且建立建设性关系。日本外务大臣外相毛茂敏昌也表示，日本政府会更加深化双方合作交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俄罗蔡英文总统在面对压力下，意愿要维护两岸的稳定。美国也感谢蔡总统的领导，以及与美国发展坚实的伙伴关系，并推崇蔡总统在无止境的压力之下，仍能够继续的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英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号深夜，搁再讲，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甲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甲行为，坚决尊重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也搁再讲坚持九二共识。咱立委会是回应，呼吁北京当局应该放下单边的政治前提，抛弃威吓打压。正确知影台湾人民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事实，不惜甲咱方面对两岸关系升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伊选输了后，伊讲伊今仔日就会回去高雄上班。因甲韩国瑜刷落来，爱面对罢免行动，嘛是真硬斗。因为这一摆总统的选票，韩国瑜摕比伊伫选高雄市长的时，搁减28万票，这是互罢免韩国瑜的团体加真侪信心，认为这就是高雄人对韩国瑜的无信任投票。星期一，我会继续回到市政府上班，我要继续去执行我肩膀上的责任。伫台顶最办安大支持者，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接受败选结果，并且宣布13要登记市府上班。礼拜是选后头一天，伊无公开行程，也无出面写票。而等到第2天，伊登记市府了后，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罢免伊的行动。这摆选举中央选委会统计，全台投票率将近7%，高雄市达到7%，是全国上悬。韩国瑜却是输予对手蔡英文40几万票，甲伊2018年高雄市长得到89万票来比较，减少28万票。高雄目前有100多万的人投给蔡总统，然后大概就是50几万的人投给韩市长，所以已经有近70%的市民其实已经对韩国瑜市长投下了反对票。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清楚，就是对他的一个不信任投票。
罢韩团体讲，这结果代表市民无信任韩国瑜，好有一时节，也强调罢免一定行完全部停止。第一阶段暂歇到1月19，过年了后就要展开第二阶段的人数。这段期间是他很多要去弥补高雄市民的时候，所以他反而可以把高雄当成他当时的国政顾问团一个实践的地方。他如果在高雄有办法成功带领起来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高雄市民反而会怀念，就是当时怎么不让韩国瑜当选总统。面对败选，有国民党议员建议韩国瑜赶紧修补市民对于放杀高雄的成见，尤其是选总统时，国政顾问团推出多项有利青年就学者政策，那伫高雄市成功推动，未来也是真有希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最时报，26岁马来西亚女华侨防杀害分尸命案，警方即马锁定死者细厝住伫咧江志站的厝边，45岁嫌犯林国平。验过查案，警方已经确认讲林国平烧炭自杀啦。来看苹果日报，总统大选选刷落来就是旧历过年啊。选刷了后的庆祝行情，也有红包行情喊咧烧塌，所以台北股市有可能会直透起。分析师是建议投资人会当把握后礼拜一宏观进前买股票赚红包。来看联合报，美国在地协会主席莫健11日的华府，伊表示讲，美猪、美牛的问题拢需要解决，望会当有突破。咱台湾敢要开放美猪、美牛来进口，这嘛是总统蔡英文连任了后未来4档要去面对的问题。来看参谋总长沈一鸣顶8将士坐乌鹰直升机失事，因的丧礼明仔要举行。国防部表示讲，今日甲明仔要甲观察刷到空军上山基地，也有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孙捷的将士观察会伫今仔日下晡5点，按三军总病院出发，送去空军上山基地进行联合公祭典礼。明仔10时的中昼12点半，会送去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沿路有规划59个所在开放给民众去致意。所以咱来关心天气，咱台湾是继续受大陆冷气团影响，天气湿湿冷冷。咱来看上新的温度，受华南云雨区刷向东边的影响，今日的天气是湿湿个冷冷，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会当落雪。今日透早，中部以北低温是12度到14度，啊若分林、彰化、嘉义透早低温只有12度尔。日时开始，中部以北、东北部天气会变较冷较寒，其他的所在是早暗较凉冷较寒。今日透早到尾暗仔，中部以北、宜兰雨水会变较高，基隆北海岸雨会变较粗，花东嘛有低渐雨。另外，伫咧中南部、东部温度拢有差10度以上，乡亲早暗爱脱衫，唔通去寒着。来关心中国武汉新型的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已经有41例，其中有7个人是重症，有1个人已经死亡。咱疾管署是宣布讲，上近这2天就派专家去中国做了解。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累计已经41名病例，其中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患者大部分拢是武汉市华南海产市场的经营甲采购人员。虽然台湾目前无确诊个案，为了防疫需要，咱国依照两化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向中国提出轰炸需求。在后尾仔中国卫生单位恢复同意，疾管署这2天将派2位专家前往。可以了解的事情是蛮多的哈。第一个有关于临床啦、实验室啦、处置啦哈的，还或者甚至他们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等等哈，能够了解多少，我们尽量会多了解。疾管署表示，武汉的轰炸行程将由中国安排，专家回国了后会召开记者会说明。中国也公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定序，疾管署经过比对，发现甲鼻部冠状病毒亲像度达到87%，关注鼻部可能性真悬，未来将依次建立快速检测，检测时间只需要4点钟就会当验出。他如果说是要验差不多需要8个小时如果验出来阳性的话，那还要做基因定序，还要再花1天。有做了这个特定的一个核酸的一个基因检测的方式之后，那只要可以浓缩到4个小时。
咱国也继续执行武汉直航入境班机登机检疫，目前已经执行20航班，有镜头的50人，其中2名符合通报，不过经过检验了后排除，其他8人镜头拢已经改善，也是好起来。经过评估，无需要后送，由地方政府卫生局继续追踪关怀。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高雄的三明区出现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出现一个确定病例，是一个65岁阿桑，伊去年底开始头痛，规身躯酸痛，虽讲已经医好啊，也毋过即马伊的同事血内底方验出有病毒的抗体，怀疑可能是规定烧话。防疫人员伫市场每一个所在详细消毒。另外，一朋友过来掠到鸟鼠的鸟鼠人啊，截至礼拜为止，这个所在400公尺内已经掠到12只鸟鼠，而且鸟鼠真可能带有汉他病毒。因为一个在护军工作60岁女性被确定是汉他病毒出血的病例，伊的同事虽然无发病，血液内底有抗体，真侪真可疑个案，也伫等待第2摆检验。周边的一些摊商，好，那不管是在小吃的部分，或者是周边的餐厅，提供了良好的一个老鼠活动跟食物的来源，因此我们研判，好，不管是在群聚或者是在可能的活动，还有感染的地方呢，应该是会指向是工作地这附近。这是今年头一个汉他病毒出血例，由个案工作所在瓦郡市场，周围也袂少小食大。防疫人员发现开创鸟鼠的所在也袂少，烦恼可能会有烧话情形。除了加强灭鸟鼠，也对拜一开始，周边11个里扩大变少。就是它会在水沟盖穿来穿去的，对，也不是说很多啊，就1-2只这样。我们是自己会下班之后会用稀释的漂白水，就是把外面加强。卫生局讲，春天是鸟鼠的探死期，不过高雄无明显冬天，只有即阵也是鸟鼠探死的时阵。民众若是听到鸟鼠，千万唔通用手掠。而鸟鼠经过所在，也建议用透过水的漂白水标清气，以免受到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细分明来关心即摆总统立委大选，国民党是输添添。新北市的立委，国民党敢若摕到3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互外界批评讲无骨力的辅选。侯友宜昨昏有讲伊会负起责任。另外，参选台南市的立委无选调的国民党前党主席洪秀柱，伊是呼吁党内一定要好好检讨，嘛呼吁党主席要甲权力交互中原的迄一代，互少年人来hoạt动。骑上基本法提起麦克感谢选民支持，国民党高联拔立委费鸿泰展开社票行程。面对国民党大败，费鸿泰声音，国民党甲少年世代这一代，确实无办法好好沟通，也接触袂到，绝对是需要更加强的部分。世代交替不是靠年龄的问题，而是想法哈。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党组织啊，我讲的直接一点，要打掉重练。那我想包括不管是相关的论述。基层组织、吸纳年轻人，都必须要彻彻底底来进行改革。虽上即摆国民党无论是伫总统得票，还是立委党选席数，拢无理想。其中新北市立委国民党只摕到3席，市长侯友宜就对外界批评辅选不利。侯友宜表示，家己拍拼无够，会扛起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尤其我们不要去检讨别人，要先检讨我们自己。我们在所有新北市的所有的施政的过程，是不是还有哪些没有让民众来满意的？我们不但要去做改进，来符合民众的期待。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将请辞负责，外界开始点名中生代应该集体扛责任。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认为，党主席应该交予青壮这代，有能力领导国民党的竞选。初选的过程呢，让大家十分的诟病，因为始终规则没有定好。初选结束之后，又没有办法立刻快速的做好一个整合。我们真的要把棒子交给青壮一代。洪秀柱强调，国民党爱改革方向真济，不过上重要就是爱将话语权摕回来，唔通拄到问题，唔敢讲出立场，甲主张失去中心思想甲核心价值。至于未来国民党的两化论述，应该由新的党主席经过大家共同讨论了后来讲。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内少年辈的青壮派，昨昏尾阿嬷是伫咧党中央头前开记者会，讲要推翻国民党的改革。我们痛心的、忧心的，其实不只是国民党一个党的存亡，而是我们今天担忧的是台湾民主制衡的力量在哪里？我们觉得国民党不能够再用改革的空口号
然后去不断的敷衍每一次的失败，因为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在失败中得不到教训。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要号召加一，伊要招更较侪人来做正确的代志。罗志强讲，空嘴暴击，敢若画口号是无法度做改革的。国民党爱甲民心赢转来，上界重要的是爱挽回少年人的热情。目前加入加一的国民党的少年辈的青壮派有罗志强、尤淑桂、叶元之这人。咱台湾的大选牵动两岸的关系，全世界拢在看，包括美国、日本、欧洲，都有针对咱台湾选举结果做大片的报道，嘛拢同款用台湾人拒绝一国两制、台湾人扇中国一个嘴皮来解读选举结果。国际媒体嘛认为讲，总统蔡英文会当赢甲遮水，甲美在香港反送中有关系。赢水责任阁较大，总统蔡英文连任未来4党工商界是希望会当用全力拼经济，来改善两岸的政治问题。也毋过观光业者是较烦恼讲两岸的关系冷叽叽，观光业可能要继续卖4党。总统大选前几个月，中国下令限速旅客来台禁令。根据观光局统计，去年11月自由行旅客平均一天只有100多人来台，创近10年以来新低。部分旅游业者烦恼，两岸关系短期内无法度改善。5日空前，旅客来台限速令恐惊未解禁。对经济落嘅观光业来讲，真正愈严重。连任之后，两岸关系如果没有积极改善的话，那我想大陆来台的市场是不会好。等于就是推到一个很谷底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还是继续会延续一段时间。蔡总统就任了后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未少，工商界对国内投资环境无好也有怨言，企业面临国欠，尤其欠人欠电的问题一直存在。若讲无法度改善，那外资唔来，本地资金恐惊会留袂掉。未来蔡总统怎么样子订定一套新的投资移民法，包括未来的白领阶级、优秀的专业人才都能够留在台湾，这个是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议题。主计总处估计，今年甲明年的 GDP 拢有成长达到2%以上。也毋过学者分析，国内经济属于出口导向的前盘经济。也毋过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组织确实无法子。若讲台湾无法度甲各国签贸易协定，未来台湾经济恐惊会边缘化。虽然对美国出口增长用美金计价有20% 以上，可是我们对全世界出口总体出口还是衰退了将近2%。我们对东协、对中国、对欧元区、欧盟其实都是下滑的。学者表示，蔡总统就任了后，上大的经济挑战，也有美中贸易战、后续效应冲击。目前经济成长率主要靠的是政府投资带动。若讲大商回流转单效应降温，若讲单靠内需市场经济成长率保持，恐惊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今来关心要提醒最近有要去菲律宾离松岛佚佗的乡亲要注意，观光胜地大雅大的塔尼火山昨昏下晡喷发是第4级的程度，代表火山将要爆发啦。塔尼火山喷发水气称1公里悬，菲律宾有风城撤离8000人，也有70公里外的马尼拉市区嘛受火山灰的影响。机场已经关起来，今仔日有11个城市停课1天。咱驻菲律宾的代表处是提醒，伫咧菲律宾的台湾人，侨胞爱细致，爱注意安全。来看中东最近毋但局势紧张，天气嘛真反常。伊朗、沙烏地还有埃及这国家，一个拜六礼拜拢落破纪录的大雨，有的所在甚至落大雪，互人料想袂到。在行李的车对超过10公分的积水内底开过去，这是全世界上界无用的航空交通重要所在之一——杜拜国际机场。这个看起天气平全部拢是水。外电报道指出，波斯湾周边国家往年平均一年的雨量是75毫米，不过过去24小时内底，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这所在，累计雨量达到130到150毫米以上，相关纪录甚至有184毫米。而受到雨雨影响，杜拜国际机场航班有7成毋是延误，转降就是取消，这大大冲击欧亚各国往来的航空旅游。雨加上低温，也互原本真大数的阿拉伯半岛落大雪。对伊朗甲阿拉伯半岛部分山区的积雪达到30公分。
沙地阿拉伯西北边挖过约旦边界塔布克，对沙漠一时了变做一片的白色世界。中继纬度的阿拉伯国家落大雪，严过悬纬度的俄罗斯确实出现气候不正常的现象。西比利亚中部的克拉苏洛阿苏克地区温度回升到0度以上，年初上关气温有7度，造成真侪积雪涌起。Сейчас над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над нашими арктическими морями, 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 центром над Новой Землей, расположен очень глубокий, мощный циклон, приземный циклон, который закачивает на нашу территорию теплый воздух с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с Атлантики. 不过，气象专家也警告讲，周末开始气温一个月增进，落到零下27度，再来又再回升，变动这么大，除了可能造成身体不爽快，尤其积雪要做大水情形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航空一架飞行机载176个人起飞无偌久就摔落来，飞行机顶的人拢过往。伊朗的军方即马已经承认讲，这架飞行机是因无细机射落来的，引起伊朗的民众真不满。昨昏上街路抗议示威，骂政府讲白贼，要求因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爱落台。不管学生伫航空外口骂政府，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飞行机当地车飞为伊朗首都德黑兰飞起来无偌久，就摔落来。外界质疑是叫伊朗军方拍落来，军方一开始否认，10月总算承认，引发国内民怨。真侪学生10月上街头纪念罹难者，批评政府讲白贼，爱哈米尼落台，结果叫警察用催泪弹赶走。期间阁发生英国驻伊朗大使马凯尔因为参与活动向地站拘留事件。伊朗将学生赶走无偌久，美国总统川普伫推特用波斯语甲英语发文，警告伊朗政府卖太示威者，全世界拢伫看，美国嘛伫注意。伫伊拉克嘛爆发示威，暗过因抗议对象说是美国，真侪民众当地11伫圣城卡尔巴拉街头，爱美国甲伊朗政府卖干预伊拉克内政。أريدكم كلياتكم أريدكم وما أريد لا إيران ولا أريد أمريكا ولا أريد الأحزاب كلها ولا أريدك ترجع لأن أنت ما في خير كلهم ما فيهم خير حميد 抗议后来变做警民冲突，民众甲警方互相弹汽油弹，造成上无6个人受伤。另外，又传出有火箭攻击伊拉克消息。伊拉克军方昨日表示，巴拉德空军基地被8个飞弹攻击，造成4个伊拉克军人受伤。这座基地正有美军，不过伫美国甲伊朗经势变紧张了后，大部分已经撤离。记者综合报道。2010年海地大地震，昨昏是满10周年的日子。这场规模7个大地震，造成超过30万人过身，100万人有路无厝，另外嘛造成80多万人有活落来，也毋过身体故乡，变作行动不方便的障碍者。这是海地首都太祖港附近的建在新乡村。10年前的强烈地震。32岁艾塞克约瑟夫失去双脚，即摆逐工该当坐轮椅去对面买金蕉。想到10年前的地震，伊的心情到达也是半度平复。Jean-Louis veut passer dans 55 secondes. Par contre, votre corps jamais gagné bagay ça. Et ça crée un petit peu. Et triste, frustrant, et des fois choquant, et des fois même, vous êtes capable de dire, je ne sais pas comment vous êtes capable de dire. Des fois, on crie, je ne sais pas capable de dire ça, des fois, on crie. 2010年1月10日，当地下晡4点53分左右，海地发生规模7.0的强烈地震，包括首都太祖港等人口真侪地区，拢受到真大影响。真强的地震伊是1分钟，太祖港亲像向空袭过后的战场，都真侪建筑物飞起土粉也能飞，四界拢是民众痛苦叫声，伫街头无到真侪受伤甲罹难的民众。海地这摆地震造成超过30万人死亡，100万人无厝通回去，要挖30万栋的厝，甲其他建筑倒去，包括海地总统府、国会大楼、太祖港大教堂、咱国驻海地大使馆、病院甲监狱拢受到毁损。约瑟夫的兄妹拢活落来，毋过伊失去双脚，是这摆地震造成80万人变信仰者的其中一个。过去这10年，会对人性看透透。C'est après 12 janvier, ils ont fait nous œuvres, ça, ils ont mis nous là.
en comprenant te gen bagay qui pral fait pour nous parce que pour 2 ans yo te ban nous. Mais non seulement nous pas jamais gon instance qui visite nous, mais pas gen de l'eau potable.失去乡下约瑟夫，即马除了担任家教，嘛咧读法律系，希望未来变一个律师。海地原本就是西半球上产一个国家，100万人口有超过7成，逐工赚确保新台票60块，承受着国际斗相共。按个经济甲治安无好，甲落后的基础设施，拢有约瑟夫这款的受害者，未来人生会更加歹行。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导演洪俊浩的电影《假性上流》全球的票房是直头抢冠。顶礼拜伫个金球奖有摕到最佳外语片，是南韩电影的头一摆。即马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后个月7日要颁奖，敢有法度继续创纪录？大家拢咧紧看。《假性上流》这出电影是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第7出剧情片，去年伫美国播送，到达票房已经有2300万美金，是年度卖上好的外语片。全球票房到7日为止，已经有1亿2800万美金。美国电影好莱坞当地媒体《洛杉矶时报》对年度上好影片之一来讲这出电影。7月伫比佛利山比华利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全球奖颁奖典礼。《假性上流》得到上好外语片，是史上第一个得到金球奖肯定的韩国电影。Wow, amazing, unbelievable. 그 자막, 서브타이틀의 장벽도 아니죠. 한 1인치 정도 되는 그 장벽을 뛰어넘으면 여러분들이 훨씬 더 많은 영화를 즐길 수 있습니다. 1969年伫大区市出世的奉俊昊，10个岁就想要做电影导演。读延世大学期间，就去接触底片，毕业了后进入一流电影人才养成中心——韩国电影技术学院。第一出作品会叫到未加，得到2001年慕尼黑影展最佳新人奖，2013年茉莉列车，2017年玉子，拢甲欧美团队合作，累积真侪宝贵国际经验。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not only is it the first time that a Korean film has won the award, it's the first time a Korean film has been nominated for anything at the Golden Globes. So that's been, I think people agree that's been really long overdue. A lot of Korean films have gotten a huge amount of attention in the foreign markets for close to 2 decades now. And so for this to be the first time is a bit, it's a bit long in the tooth, but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he film is also a huge box office success. It's already made $23 million in America, and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go over 30. And so that's kind of fairly mainstream appeal. So 韩国电影甲明星伫国际有活红，为假性上流美国发行商伫推特传的这张相片就知影。后来位明星布莱德比特。伫美国电影韩影奖参会，看到假性上流的男主角宋康昊，讲是伊的粉丝，去甲宋康昊握手。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2020大选，民进党大赢，总统蔡英文唔拿连任，搁摕到超过817万票，这是总统选举史上上关票。国会嘛有摕到过半的席次，有61席，等于未来4党，咱台湾人和民进党会当继续完全执政。大家也好，再次来两个感谢。一透早，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当选人高嘉瑜为胜算下票，这一摆以破12万票成功拍败现任国民党立委李干秀当选立委。当然，其实这一次年轻人出来投票，跟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关心，跟台湾民主的一个期待哦，其实是这一次能够胜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2020总统大选结果出来，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得到817万231票，创总统选举史上上悬的纪录，以200多万票的票数拍败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学者分析，甲韩国瑜抗败效应进程，各境的民调结果其实差不远，主要影响选情因素之一，就是香港反送中事件。就是去年6月份的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之后啊，呈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的确是一个这次选举胜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民进党这一摆的国会再度取得过半席次，一捆仔摕到61席，国民党38席，台湾民众党5席，时代力量保住3席。其他的政党无党籍是有6席，
即摆台北市中山、北上山选区立委选举，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周万安拍败强敌吴怡农，顺利的登任为国民党保住一席立委的席次。面对这一摆国民党大败，伊讲国民党应该彻底检讨，表示我们离中间的选民太远。这一点是目前最大的问题。那我想，包括不管是相关的论述、基层组织、吸纳年轻人、广征人才等等，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彻彻底底来进行改革。学者表示，民进党再度完全执政，总统蔡英文恐惊成为超级总统，在野党制衡力量弱，安怎改善台湾的经济？如何解决两岸难题等？大选了后才大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中的立委选战，民进党摕到5席，国民党敢若摕到2席。其中上影目的是台湾基进的陈碧桂，头一摆去台中参选，伊就拍败在地颜家，拍赢国民党的立委颜宽恒，还有新一辈的民进党的曾敬庭，嘛拍败国民党现任的立委辛智慧。超过于无用风扇头甲竞选战车推实成功的台湾基进党当选人陈碧桂，用骑脚踏车感谢支持，大喙数着胜利的空气。Thank you， 谢谢你们，谢谢，感谢 ，Thank you。一路上，支持者抢热翕少年人对陈碧桂的话真熟悉。台中市的第2选区原先被看作是拿下的铁棒，陈碧桂的参选被认为是上大的炮火。不过透过网络空战甲轻走电风，吸引少年人眼光。讲啊，电风选你去你去一直一天敢毋咧讲中国的代志，这就是咱无法度接受中国国民党的原因嘛。连任失利的颜宽恒甲父亲颜清标海山顶开社票，即摆原本一定爱得到2代参选，30年的政治经历，特殊部队手的能量甲反中效应，头一摆互拍败。至于第3选区的国民党籍杨庆英，再度对上洪志勇抢到立委的席次。坚持团队，那么也跟接地气，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国民党这一次，我觉得我们要深刻的去检讨。反过来看，民进党方面现任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摕到10万票，第5选区的庄敬庭以素人甲少年形象参选，以97000多票拍败国民党现任立委辛智慧。年轻人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主权、自由、民主的意识，真的是提升很多很多。那年轻人都愿意站出来，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台湾。台中8席立委，民进党摕到5席，国民党只保掉2席。学者分析，除了利用空战创造网络声量，吸引少年人，令赢讨厌共产党的策略有效。他认识韩国瑜远比认识共产党来得清楚。是。对，所以呢，讨厌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共识，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现在做的事，两岸关系对年轻的朋友来讲，他也不清楚。他基本上他是激进党，他是强调是抗中反中的人，所以对刚好符合年轻朋友的口味。学者认为，国民党派系力量虽然整合，不过并无移转到少年人身上。香港反送中催化少年人对民进党的支持度撼动以往拿大过力的政治版图。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大选政党票的部分，拢总有19个政党参选，是真竞争。不过，即摆第3势力已经换人做啊。头一摆参选的台湾民众党摕到超过11%的政党票，取代时代力量，成做国会的第3大党。台湾民众党虽然区域立委拢无得到，但是政党票算是表现了袂歹，摕到票数超过11%，有50不分区立委，变作是国会第3大党。但是立法院113席，民进党摕到61席，有过半。民众党想要做是关键的少数，恐惊真困难。这不关键少数才是重点嘛。一些选区没有选上，都是民众党害的。都过半了还不满足。像主席讲了，我们要往第一大党前进。那第一大党前进，主党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取得政权，要来执政。国会第一战，民众党开出红盘，时代力量超过7%的得票率，摕到3席。变地是下晡由党主席徐英明带队伫台北市扫街谢票。小灯泡的妈妈王婉玉顺利进入的国会，不过黄国昌煞无法度入去，有人感觉真遗憾。也谢谢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支持我这样一个全然的政治素人踏上政治这一条路。我上当以后时代力量很多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哈。那我们也会希望在很多地方是不是能找到适当的优秀的人选。
来看34席不分区实处，哪里各克13席。伫不分区第14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无入去，民众党有5席，时代力量有3席。实力是确定是继承了最强大的第三党，在昨天之前，那么柯文哲是封盘之前，他的民众党是继承的民调最高的第三党，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务实选择，一个是赌赌看的选择，所以自然这两党会吸收到最多的就非蓝非绿的选票。主场超越哪里？民众党的成绩真袂歹。来看往年的国会实处比例变化，2012年113席，国民党过半有64席；2016年，民进党摕到68席，时代力量有5席，亲民党3席。2020大选，民众党变做是第3大党，时代力量是各有3席。为着要甲因的政治版图固调，除了国会问政，应该布局2022。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投票结果，民进党继续完全执政，严格总统蔡英文未来4党挑战未少，检讨无成绩，也有劳保年金爱改革这问题，拢着急爱处理。纪录片导演谢佩林2017年过身，总统蔡英文当时宣誓要进行抗疫改革，严格抗疫法无多在立法院顶一会期完成修法，一切归零。回顾蔡英文执政4年来，恢复家园、再生能源推动得到款团认可，严格也围照环境政策，也未交出成绩单。过去4年里面，针对产业结构调整，针对工业排碳这个事情，没有做任何积极的一些管制作为，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他们接下来的政策深水区。学者也指出，2020年是国际上气候变迁的超级政策年，执政党无应该回避，而且爱提出30年的检讨计划，也是趁2022年地方选举进程推动能源税制立法，减少地方势力干扰。当选蔡英文，当选。而选前望国感讨论真热烈，催出未少的少年选票，也国劳团真烦恼，民进党的第3摆修改劳基法，搁再放宽工时加限制。年轻人他们的劳动条件、劳动权益真的是非常难确保了，尤其在赖清德当副总统的时候，有可能在第3次修2劳基法啦。就劳保年金破产，也是选前就伫讨论的话题，劳团也咧烦恼讲，执政党连任了后，会想要去动劳保年金，也过军公教年金至少要上悬的限制，劳保年金却是无上少保障，退休金缴税领少，恐惊是青年世代爱面临的未来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那这摆大选，真侪国际媒体来台湾采访。另外，住伫咧欧美、澳洲的一寡中国海外民主人士，今年嘛有专工组访问团来咱台湾看咱台湾的选举。因对咱台湾的少年家遮尔积极出来投票，看了真感动。嘛认为讲2010大选是香港甲台湾追求民主关系上界歹的一摆。徛伫街路上，甲立委候选人翕相，中国律师流亡海外这民主运动人士，伫台湾大选进程组团来台湾观选，除了参加做政党座谈交流、观看造势大会，也甲基层选民活动交流看法。接触了社会各界、各党派，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很多人，包括计程车司机，包括一些行人。高兴的一点，尽管大家有很多政治观点不同，但是对一国两制、对中共的独裁，大家是有个共识。观选团预计到台湾的青年真踊跃回乡投票，感觉印象深刻。因讲中国在西元2000年了后所出世的少年人对政治拢真冷感，不过台湾甲香港的青年拢互中国民运人士感觉看到希望。在从高雄回到台北的时候，我看到在那个高铁火车站看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踊跃的就是坐火车回乡选举。这个时候我很感动，在大陆看来的话，20岁的孩子都是垮掉的一代，00后的嘛，对吧？只知道享受。但是我看从台湾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他们踊跃参政议政。香港的民主运动，台湾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以及是中国大陆人民普通老百姓的对民主的向往，是紧密的结合，是这一次是结合最深，而且呢效果最明显的一次。观选团有成员认为，2020大选是历年来观选感受上界深刻的一摆。
延国号成员想到，一直到去年底，依然有中国公民继续互当局看这时间中顶，遭到秘密羁押，感觉真悲哀。观选团也强调，台湾这回选举展现对抗专制政权的决心，有这款的一拍平顶，互中国想要追求民主的公民依然看得到希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去中华花坛，这是稻米生产稻米真重要的所在。为着要让囡仔熟悉故乡的文化，地方也个地方的各校啊是做伙合作，用地做稻草人，带囡仔做稻草人，望囡仔会当体验过去用手编稻草人的趣味。先用铁线甲稻仔绑个好势，中华花坛乡文昌国小的老师甲囡仔兄囡仔姐做伙做稻草人。今仔日运动场看无囡仔走来走去，只有几片稻草的香味。体验。那以前有绑过？有。我今日较来学绑的。感觉好耍无？袂歹啦。安怎讲袂歹？耍吼，就甲囡仔咧斗，就互相咧耍啊咧，就诚趣味啊。文昌国小的所在地花坛乡，就是中华县生产稻仔上重要的产地。尤其伦雅社区，搁较是田园满世界，为着互搁较侪人走入社区，了解稻仔的文化。同一个时阵，替当季幽静的田园增加色彩。伦雅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当地学校、甲庄头人力种的朴素菊、日头花等等，结合稻草进行装置艺术的创作。是要互咱即摆的囡仔吼，会当知影讲较早咱的时阵农村的生活，啊，互伊知影讲咱挂稻啊了后，吼啊，村的这稻草，毋是讲农村较早讲拢啊烧掉，即摆其实会使做一下稻草人。伊较早的产的时阵是为着会使赶跩的鸟啊。熟悉家乡也推广在地的特色，除了稻草文化，中华搁较互人叫做是花蕊的都市，包括花坛乡、宝剑乡、虎尾镇、甲彰化市，最近一直到1月中，拢有花海的活动。这届中华花海推广的面积总共260公顷，公所甲社区拢真拼力，希望在过年前，互民众欣赏美丽的花海，也熟悉当地稻仔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若美感的培养爱自细汉开始，台中的富春国小就甲学校当作美术馆，因为校长邀请一个退休的老师，这个老师嘛是石雕的艺术家，再甲伊石雕的作品直接搬到学校内底，互囡仔会当浸入咧艺术的环境。四脚跳起哩莲花面顶，艺术家用石头雕出一个世界。黄振基详细甲囡仔解说伊的创作，带囡仔欣赏石雕的水。毋但甲精彩作品规个搬来台中富春国小，伊阁弹钢琴来伴奏，互学生囡仔目睭看的、配耳仔听的，自然就浸伫咧艺术的环境。然后我创作的主题是汇集了水中的动物、植物。青蛙一动，莲花一静，一动一静，就展现了生态中的生命教育。喜欢，因为它很有立体感，不管是哪一个都就是可以看到他用心的感觉。艺术家黄振基老师107年为富春国小退休，伊投入石雕创作已经12档，3届伫比赛内底摕到头名。这摆受到校长邀请，回来学校展览，甲学生囡仔交流。大的艺术厅堂里面去看是比较难的，但是呢，校园刚好有这样的空间，把作家在艺术家带进来，让孩子可以拓展无限的视野。美感教育爱自细汉培养，甲美术馆搬来到学校内底，学生唔免行远，就会当体会到新式的艺术世界。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来看，咱台湾羽毛球的选手戴资颖伫咧马来西亚的比赛输予中国的世界球后，甲冠军小闪身，无缘阁坐转去球后。另外，台湾的网球选手咱台湾谢淑薇伫咧布里斯本的女子网球比赛，摕到女子双打的冠军。队友甲谢淑薇精彩表现，和对手未负反应，这总算摕到抢十大战。
台湾棒球选手谢淑薇开季首战参加里斯本女棒赛，甲捷克水可华一路进入女双决赛。面对目前世界球球8队组合，双方战到抢10大战，拢总拍1点钟46分钟才拍赢，摕到开季头一座的冠军。这球拍出界，和台湾羽球选手戴资颖伫新赛季第一战马来西亚大师赛决赛，以17比21输头一局。第二局也是无法度适应场地风，加上失误伤势，落尾就以10比21输给中国世界球后陈武辉，无法度摕到今年头一冠军，嘛是去第5摆登上球后机会。这礼拜世界排名依是第2。塞尔维亚棒球选手乔科维奇甲队友男组会庆祝。第一届 ATP 杯棒球赛冠军赛，由男棒世界前2名的选手乔科维奇甲纳达尔带塞尔维亚甲西班牙对决，结果一直到第3点相打，就由塞尔维亚摕到第一届 ATP 杯冠军。团上盛会落尾交予瑞士队上少年的花式出兵选手点刀，上阵团成2020洛桑冬季青年奥运当队初到举行开播。中华队由领队陈怡安带冰球队选手进场，出席小将李文仪担任奖旗官，伊讲行真重，按过真欢喜会当接下重任。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嘛希望各国选手尊重家己，尊重对手，尊重规则，伫失败中体会奥林匹克价值。那第4摆参加奥运的乒乓选手曾智嫣，顶礼拜伫经过沟通了后，决定留伫国家队。教练曾志雄嘛证实，伊确实要去替国家比赛。这个我们就交由长官们他们会去处理，对，职员这边就不做，就先暂时把个人的事情放下，以那个代表队为重。体育署长高俊雄讲，成功关键是曾智嫣拄做爸爸，心情好，因某又搁捌是伊的学生。曾智嫣会甲林芬如、陈建安变上强的中华乒乓队，月底去葡萄牙参加世界乒乓团体资格赛，顺利争取东京奥运的门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医大病院院长杜元坤做医生已经做超过30档，10多年来，伊是拢一直在陪护义诊。伊讲解决病人的痛苦，就是伊上大的快乐。下午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节目来看伊的故事。杜元坤的临床经验发表国际论文，拢得到真高的评价。独创的3种多功能神经筋膜刷仔，和期待病院将做全世界唯一用执行这项手术的医学重镇。伫阮兜的楼顶，我是咧透天的嘛吼，我伫楼顶上家己起一个实验室，内底拢饲啥？饲鸟鼠啊，饲兔啊，变做屋顶上的开刀手，我家己伫遐训练就对了。训练了，杜氏刀法就按遮来啊。我咧接血筋的方法，我咧接神经的方法，佮包括我买手吼，伫临床上，比如讲甲囡仔生出来无镜头啊，我按伊的骹刷镜头来接手，也是讲有的人神经动伊袂振动，我用伊另外一只手的神经来接，也是讲瘫痪的病人无法度行路，我用伊头壳的脑神经来接，迄种我家己训练。原来研究多法，原来也研发工具，自创更顶更棒，互善车人也负担得起。所以我就发明这个物件，我拢总有27个专利。像讲这个物件，你看这要倒倒位咧？这要倒咱肩胛头的。咱的肩胛头讲骨头长去用这倒咧，做下身的就对啦。含咱骨头我这是用咱台湾人超过1000个。国人的这个资料来设计出来。为做主治医师的第1年，每个月薪水捐出1万，导定满满的捐款单加感谢状。30年来已经捐出将近1亿。伊无特殊信仰，伊的信仰是医学。伊讲解决病人的痛苦是伊上大的快乐。每年17年来看鸟鼠的新闻，世界本世的鸟鼠是真伟大，毋过嘛真可怜，伊命运落尾拢是死路一条。毋过即马伫咧波兰有一个专门伫咧救实验鸟鼠的团体，过去3年已经救到2500只。同款关伫人仔内，毋过这2只鸟鼠专门烦恼未来会向安乐死，甲其他伫实验室向注射饲药啊做运动，甚至落尾向解剖的实验室比起来，因拢是真好命，有主人饲，有温暖的厝。
W ciągu 3 lat udało nam się uratować prawie 2,5 tysiąca zwierzaków. Głównie są to szczury, świnki morskie, myszy, a ostatnio także króliki. I zainteresowanie z adopcją zwierząt z laboratoriów tak naprawdę rośnie, ponieważ bardzo dużo osób zgłasza się do nas, które chcą uratować takiego zwierzaka. 今年23岁帕瓦斯卡讲，这相线鸟鼠大部分摕来行为观察、心理学实验，或者是做控制组，所以因伫实验过程不一定会向伤害，有诶佫真健康。啊，毋过实验一结束，最后才到面对死亡。 Niestety są uśmiercane, ponieważ laboratoria nie mogą trzymać tak dużej liczby zwierząt, które już nie są przydatne do końca ich życia. Ze względów finansowych, przestrzennych i logistycznych po prostu jest to niemożliwe. 华西洛斯卡把就养狗、猫甲鸟仔，想要帮助这小生命，但是厝内无度安置伤侪动物，饲实验室未占伤侪空间，是袂歹选择。伊最近可以对白鸟鼠真有兴趣。白鸟鼠若是用伫科学研究，大部分爱受到人类定看到疾病相关实验，亲像两骨损伤、少年糖尿病、血流、百会症等等。 Na niejakim Facebooku wyświetliła mi się, że istnieje takowa inicjatywa. Zastanawiamy również się nad świnkami morskimi, bo wiemy, że jest też takowa możliwość. 研究实验室伫真侪热情的网友分享，有愈来愈侪人知影，原来实验室是会当收养的。目前伫 Facebook 市站的人已经超过3万。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伫美国纽约的街仔路，会当看到这大型的鸟鼠的鸡龟仔。会出现这款鸡龟仔，拢是因为这个所在，这间公司有投资争议。美国纽约以鸟鼠真侪出名，毋但是细只鸟鼠，亲像外面这只比麒麟鹿更加悬的大鸟鼠，嘛是纽约街头定看到风景。伊个叫做工会鼠。 是劳工团体用来抗议劳资纷争的大见证。30年前，芝加哥的一个工会用来吸引民众对劳工诉求关心。90年代尾，伫工会势力真大的纽约流行起来。即马纽约工会拢总有5、60只，体型为1.83公尺到7.6公尺的工会鼠。Greedy people love to hide in the background and don't really want others to know that they're acting in a vein of greed, but when we expose that vein of greed, they're shamed by it. So it just irritates commerce, it irritates capital, it irritates really barons of capital,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expose those folks. 2017年，总统川普任命律师出身的彼得罗伯担任联邦政府体制下保护劳工的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总法律顾问。伊的办公室则起诉工会，禁止因使用工会鼠。去年纽约一个爆发劳资争议的超市，工会伫超市门前放工会鼠抗议，17号劳资关系委员会起诉。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rat case is it's not being brought by business, actually. It's being brought by the government. You know, it's a government initiative. So it's a kind of business government formation that I think thinks, you know, this is our moment. We got a guy in the White House. You know, things are on our side. Let's ride this wave as far as we can go. Something I think every single American should be really worried about. That's a really horrible precedent that will affect not only labor, but could be used to suppress any of our speech. 法官以工会鼠受宪法第1修正案，也就是保障人民自由集会、甲言论自由的权利，判工会赢，啊，毋过官司还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18度；那中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有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 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庆珠，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